养富贵。云端八方心相拼，好的风光变水，天配乐观天不移。一辈在孤单，不马为归。新兵公主，国内正是怪名。经济要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白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惊大礼。Hello， 线上朋友大家好哦。今天的准备时间呢，给大家的预备时间比较没有这么的足够哦。刚刚小忙了一下，在一阵当中呢，赶快来开一下直播。所以说呢，咱等的吼是咱台语的电台。那听无台语的朋友，线顶啊会记得甲我讲哦吼，咱会当掺一半的这个台语，一半的国语，安尼落去讲话吼。来，欢迎咱这个 JOE 大大起来语涵的电台拍一个扑啊声。大家若起来，记得甲我拍招呼哦，我才知影咧，大家起来语涵的电台吼。首先一开始咧，我一定会唱一条歌曲，或者咱歌戏的杜马调。咱做伙来收听看卖这首杜马调，一讲咧，来甲大家讲即个主题吼，讲想袂到讲吼，你嘛会唱台语还是国语的老歌？这是啥物意思咧？是咧称呼讲啥物人会晓唱？也是讲咧，等下来甲大家分享即个故事，安尼就对。来，咱首先咧，首先先来收听即条杜马调。欢迎收听语涵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来唱嗨嗨阮的节目，卖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灾则袂心惊惊。片段歌涵广播，互恁听，祝恁金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大家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哇，咱线顶的足侪好朋友哦，不管是咱的老朋友，也是新朋友咧，拢起来咱语涵的电台吼。有一寡朋友咧咧讲吼，像咱即个幼恩大大讲吼，头只咧才看到我开始咧直播，无毋对哦，因为吼头只的时间有加较赶啦。
咱通常吼，即个直播即个直播的预备时间呢，拢差不多伫即个7:50就开始先做即个预播，互大家呢开始会当点入来即个广播电台。今仔时间有加较赶，所以差不多吼，要到8点的时阵呢，较准时起来甲大家做直播吼，甲大家甲大家咧会一声抱歉，安尼就对。歹势吼，因为头只时间有加较赶，我讲话吼，开始咧袂认真啊，开始愈来愈赶吼，我爱互家己平静落来，安尼就对吼。来，咱册子里讲呢，学习听话长久，你就会习惯。所以呢，要常练习。感谢大家美好的夜晚，在这个直播能够给大家一种人情，哇，台南的人情味，对不对？然后呢，味道是美好的时间陪伴大家，感谢大家有美好的夜晚哦，加快乐。感恩我们的册哲来给大家加油鼓励打气一下哦。然后咧，咱这个册哲里讲咧，欢迎直播的空间欢乐，大家有这个好的时光会当陪伴，短短的几分钟互大家咧不管是你这个娱乐啦，以讲咧这个美好，也搁有咧这个优渥的思想。然后咧，会当快乐共同即个文化，但咧即个美好的即个暗时来陪伴共度每一个人咧，大家福气，感谢大家即个亲友吼，会当讲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会当讲万事得如意，安尼就对。哇，感恩咱即个册哲互大家咧安尼鼓励就对吼。我咧嘛伫阮即个赖群组内底咧咧甲大家讲哦，若大家吼有兴趣咧登去看咱昨即个影片吼，会当听到咱即个册哲甲大家所讲的言语，所讲的话。我感觉讲咧不管咧咱身躯得着啥物毛病啦，安尼嘛好。一个人生的大转变，敢对？因为等下要讲的主题哦，甲我今仔日咧去这个日照中心做服务，这系身障小朋友所互我的观念，所无共款哦。所以咧，等下来甲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咧，咱最后一大大，互咱咧大家一个捧仔声，嘛感谢咱的最后一大大哦。欢迎大家起来收听古涵的电台。今仔礼拜四吼，所以咧是用台语甲大家来所做讲话。那听无台语的人嘛无要紧哦，咱会当一半掺台语，一半掺国语。但是你著会记得甲我讲啦吼，无我会安尼一直继续讲落去吼。来，欢迎咱的 UAN 大大伊讲咧换角度了吼，无毋对。不管是换这个角度啦，还是你有看到这个圣诞树起来吼，对无吼？为什么呢？你会讲吼，这个万圣节吼，这个金龟节都还未过，开咧已经换做这个圣诞树吼。其实咧，咱的时间咧过吼，会当讲真紧真紧呐。不管你即马是几岁就算我即马27岁。嘛同款，我即摆27岁，我日时啊咧食头路，礼拜四有这个日照中心的服务，暗时咧，佮起来甲大家所做见面安尼，所以时间吼安尼一天一天咧过足紧。哇，欢迎咱的尤小乐起来咱古涵的广播电台拍一个扑仔声。欢迎咱的小乐哦，欢迎大家期待古涵的广播电台吼。如果咧若有啥物所要建议的，欢迎甲我建议一个，安尼就对。今仔日咧去到这个日照中心吼，因为明仔载就是咱这个万圣节，所以咧我就分糖互这个囡仔互这个长辈时代。
我甲长辈时代讲咧，不管咱有啥物糖尿病啦吼，也是讲有咧食啥物高血糖、高血压的药啊啦，今仔日吼，互家己加食几粒糖啊，反正5粒曼陀珠、10粒曼陀珠袂安怎吼咱着食看觅新鲜啊，新鲜。陪伴咱遮的即个身障小朋友，咱遮的小朋友咧做伙来过即个万圣节安尼吼，大家有够欢喜的啦！而且咧，等下要甲大家讲的主题就是甲因有小可的关系哦。等下来所甲大家讲，首先咧，节目一开始吼，一定会甲大家讲明仔的天气我来甲大家讲一下，这明仔的天气是安怎，安尼敢好？哇，咱即个 UAN 大大咧讲吼感觉讲咧即个主播很帅吼，感谢你无啥气嫌，感恩你啦吼。今仔日咧所甲大家报一下明仔的天气吼，即个明仔即个北部咧台北的地区即个有20-30%的即个降雨几率，即个降雨的程度吼。所以讲咧，若是北部的朋友，爱小看注意吼，即个雨伞啦、雨衣着小扎咧，莫想讲，其实北部人吼，我观察落来，即个北部人吼，其实落小可雨，因为拢习惯啊，其实无啥咧穿雨衣安尼敢对？但是吼，明仔若有降雨，大家嘛是即个雨伞、雨衣小扎一个，安尼着对吼。过来咧，咱台中咧，即个差不多10%啦，吼，10%的即个降雨的程度，伊共咱南部，咱即个台南淋即个野蛋，所以咧，咱明仔吼，希望咱台南咧袂来降雨，安尼就对。搁有咱台东地区台东地区咧是即个30%30%的即个降雨。所以讲咧大家要小可注意，台东啦、花莲啦，即个北部的地区吼，拢会记得扎即个雨伞、扎即个雨衣，安尼就对吼。听咱即个久涵的广播电台，不管是咱的天气啦，伊共咧咱即个生活知识，也有新闻一寡重点，拢会当听到哦。所以咧，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会记起来收听久涵的广播电台。咱即个 UAN 大大讲咧，你的产品会当卖吗？会当啊！我的产品即个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的，伫即个下骹连接即个资讯栏吼，拢会当购买即个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你若购买即个 CD 专辑咧，爱记得加我的 LINE， 也是加我的群组内底吼，有即个云端的连接当传互你，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咧，大家吼生活今仔日咧敢有快乐咧？先问大家吼，今仔日敢有过了快乐？像我今仔日咧去到即个日照中心吼，去甲即个身障小朋友做服务啦，伊共咱即个是大人做服务，但是我是去教歌戏的课啦。为着咧因年底吼要表演，所以我想讲咧，当即唱歌戏啦，咱来加减唱一寡即个老歌吼。我想讲咧，参一条即个月亮代表我的心，或者个咧因的家长来到现场所看因的展演吼，嘛所听到安尼即个国语的老歌，即个因年代的歌曲啦。结果咧，我唱一句吼了咧，后壁吼拢总是因唱的，完全无教。足厉害哦！结果咧，我就甲这个小朋友问奇怪，恁较有听过这条歌曲吼？恁伫倒听过？因讲伫电视啦，伫网络啦。我讲恁10几岁、20岁即个小朋友呢，竟然听过安尼的即个国语的老歌呢？听过咱这个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所以咧，我就感觉就讲，因真正吼，虽然有一寡不管是身心灵的啦，也是讲这个肢体的这个障碍啦，但是呢，学习力
比较咱正常人来讲吼，嘛是搁足强的。所以咧，咱大家吼爱做伙来拍拼，做伙来支持。伊共像咱即个策泽共款，56岁，原本是一个总铺师呢，但是吼，伊自从得安尼闹了了，就是强迫退休嘛。像阮爸爸嘛是共款啊，阮爸爸57岁尔，差即个策泽差1岁吼。但是咧，你看。伊嘛是心肌梗塞，伴随着安尼后壁的像迄中风安尼爱做复健，嘛是强迫退休。所以讲咧，咱大家吼爱合适，像咱即个策泽安尼共款，心爱欢喜，爱快乐，安尼敢对？所以讲咧，咱搁互咱即个策泽啦，咱即个小乐啦，咱即个 JOE 大大，伊共咱 UAN 大大一个趁钱安尼扑啊声，安尼就对吼。对，今仔日咧，为什么变做台语版吼？因为每礼拜四咧，拢是咱即个台语的电台啦。阮即个电台较特别因为咧，你若听其他的电台吼，听其他的即个节目吼，收看是毋是？比如讲拜一吼是啥物节目啦？拜二是啥物节目啦？是讲即个连续剧拜一到拜五做。即个6日是无共款的节目，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咧，咱着用无共款的方式，共款我来做即个节目，但是咧，咱拜四着来做即个台语的电台。但是咧，我是即个南部人，我是台南人吼，所以安尼台语听起来口口会加较重，嘛范式咧，甲恁遐所讲的台语无啥共款。有一寡台语咧，我是伫舞台顶所学，所以咧安尼台语听起来嘛无啥共款，安尼就对吼。搁来甲大家咧唱一下歌曲，等下较甲大家咧继续讲落去。头只咧，咱有听到咱即个背景音乐吼，是咱即个七里仔调吼。来欢迎咱即个梅清姐起来咱久涵的电台，互你一个趁钱的扑啊声。咱即个JOE大大真正足厉害哦吼！昨咧嘛，互咱即个策泽吼真大的鼓励，真大的力量。所以讲咧，你时啊嘛有咧做工课的朋友吼，嘛会当暗时8点起来收听久涵的电台，不管是你咧做家内事啦，也是咧陪伴朋友、陪伴家人，嘛会当收听久涵的电台哦吼。莫袂记诶吼，若好听会记诶，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帮我分享互你身边诶好朋友，分享去你诶脸书啦，分享去你诶 LINE 啦，分享去你诶 IG 等等吼，分享互更较侪人知影咱即个戏曲文化。先来唱一条七里仔调，等下所来解说即个内底诶歌词，安尼就对。来，咱来收听七里仔调。世上好顶是为大海，虽然为尊，你敢知？天地君亲属着招牌，君在心上，你敢不知？世家何表对你的天性，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说明，这
条七字仔咧背后咧唱啥？这个驸马咧，甲这个公主吼，咧论这个身份甲地位。因为咧，这个公主咧，无去到这个驸马咧，因爸爸这个贵族姨的70大寿啦。所以讲咧，这个驸马吼，这个郭爱，这个贵爱吼，就足生气的，转来就要甲你理论啊啦。结果咧，两个小冤家，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所以讲咧，这个驸马就咧讲咧，世上何等是伟大？结果咧，这个公主讲吼，天地君亲属的爱叫白。就两个人搁冤家落去啊。所以这段故事咧，伫咱这个一路打经济的 CD 专辑内底所听会到，嘛是我一个人吼，一人分析两个角色，我一人分饰两角。落去录这个 CD 专辑内底咧嘛，听会到这个合唱版本，因为咧这个所在咧我是分开所落去录搁甲合成起来。但是咧这个 CD 专辑是阮家己落去过录的，所以讲咧无经过这个录音室吼，相对啦较无遐尔专业，所以咧价钱吼嘛小无共款，嘛加较俗360块尔。大家若有介意吼，这个下骹的资讯栏连结，嘛当做购买，安尼就对吼。过来，我来看一下咱这个册者讲啥吼。咱这个册者甲大家鼓励哦，伊讲咧，在你的环境、时段、空间吼，每一个这个街头巷尾啦吼，咱大家这个服务大众来欢乐。不管咧，伊是这个省长，也是咧伊咧无对咱每一个人的这个平静安尼吼，是一种温暖，带予每一个人这个美好快乐那伫这个无好的这个品质内底吼咱会当转换安尼的观念，互一个这个文化的温暖。互大家咧有一个美好时光，祝福大家这个暗时的时段会当快乐啦，嘛祝福大家马仔这个万圣节快乐，每一天拢爱快乐，安尼就对吼。所以咧咱这个册者今仔刚好去到咱这个公园来所做运动吼。这个册者无简单哦，就算夜馆吼，嘛是炸一杯咖啡来去这个公园做运动安尼休闲时光安尼就对吼。欢迎咱的淑英，淑英呢是咱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吼，欢迎咱这个淑英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今仔较无啥共款是咱台语的电台。头一只咧有甲大家讲到吼，我今仔去到这个日照中心做服务的时间呢，这个身障小朋友吼，既然连教拢唔免教，因就会晓唱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咱这个邓丽君甲唱红的这个歌曲吼。其实《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原主唱敢是邓丽君，你会当上网络搜查哦。有一寡咧，即个邓丽君咧，伊所唱的安尼歌曲，甲唱红了咧，其实吼，原主唱毋是伊所唱的哦，这嘛是真好笑的代志。所以讲咧，大家吼，然后所听过安尼《月亮代表我的心》，嘛会当好奇心咧，去甲查一个伊的原主唱是啥物人吼。这个歌曲咧，像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小城故事啊，这个歌曲啦，拢是我妈妈甲我教，因为伊的偶像就是邓丽君，所以咧，大家若起来收听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吼，真有福气哦！感谢我有这个妈妈吼甲我教这个歌曲，安尼就对。等下咧嘛，唱一条这个。重逢高雄港的日本歌曲，互大家听。安尼吼，讲到这个，阮妈妈咧，甲我教这个，台语的老歌啦，国语的老歌啦。其实吼，阮兜无人咧做歌戏啦。我为什么会接触到歌戏？是我伫这个幼稚园的时阵吼，这个
对面即个阿婆咧所在啊去看即个歌戏，一看就调着啊啦。啊，即个一看就调着了咧，迄时阵吼，我毋知我是介意即个舞台顶的即个灯光啦，还是介意歌曲啦，还是看有即个演员是咧做啥啦，我嘛毋知。就安尼一直学，我就学到即摆27岁，咧推广安尼歌戏的文化。但是吼，我无讲介厉害，武戏我完全袂晓。啊，所以讲咧，我只会当用唱的来甲大家来所做结缘，来熟悉大家安尼就对吼。来听我讲话，敢会足无聊？等下甲大家继续开讲落去安尼吼。欢迎咱的收音哦吼，也有咱线顶足侪朋友，不管是咱 JOE 大大，咱的 UAN 大大，咱的挫折，咱的即个小乐，咱的收音，咱的美琴姐，等等这些朋友起来收听古汉的广播电台，安尼就对。鼓励咱即个挫折讲吼美好的时间咧，陪伴大家伫舞台即个直播的空间。有这种表现美丽文化的素质哦，安尼层次哦吼，会当互大家一个暖心，一个腔调到底吼，这个到底这个淡然景味能给大家一个祝福大家晚上快乐吼！感恩大家起来收听古汉的广播电台。头只咧有甲大家讲到吼，即个离我幼稚园的时阵开始接触到歌戏，等下即个新闻咧要甲大家讲到即个幼稚园哦。伫咱即摆社会咧吼不管是咱即个公立的幼稚园啦，咱即个私立的幼稚园啦，有足侪幼稚园啦，也是国小老师吼，有安尼即个凌虐的动作，即个号做啥？伊有一个专有名词吼，我所看一个等一下即个虐童啦，虐童的即个动作吼，所以咧今仔日的新闻嘛有讲到。伫咱即个新竹有一间即个私立的幼儿园，即个私立的幼稚园吼，嘛是凌虐儿童，用即个橡皮筋，用即个橡泥吼，甲即个儿童叠，叠完了咧，你若阁伤吵吼，甲你关入即个粪扫桶内底。你看吼，即摆社会真诶安尼诶形态吼，要讲变态嘛，还是要讲安尼奇怪吼嘛，就袂晓形容安尼，为虾米讲？即摆的人吼，有法度互家己安尼心理的素质吼，即个抗压性，都去凌虐这些儿童安尼就对。所以不管是咱即个私立的幼稚园啦，咱即个公立的幼稚园，同款拢有发生安尼即个案件啦，安尼老师啊。所以讲咧，你若有即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也是有国小的即个小朋友吼，大家家长吼，嘛爱小注意一下。如果你若小朋友回去的时阵遮乌青啦，遐樱花啦，遮老花啦，等等吼，大家小可注意。但是毋是讲即个社会拢足歹啦吼，是讲咧拄好看到安尼的新闻，所以咧，甲大家所做提醒，安尼就对。再来，咱欢迎咱即个冠宇起来，即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冠宇哦。因为冠宇甲即个 UAN 大大吼，应该拢是听咱即个国语的哈，应该都是听我们的国语，所以呢我们欢迎我们的 UAN 大大以及我们的冠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哈。来，咱欢迎咱即个 F 大大，哇 ，F 大大咧专门来听咱的台语电台吼。F 大大咧，伊嘛足介意即个布袋戏啦。安怎甲伊熟悉吼？伊既然甲我买即个 CD 专辑，结果我去甲伊观察，结果伊拢是看即个布袋戏啦。我嘛好奇啊，我就想讲，奇怪呢，你一个看布袋戏的人来甲我买即个歌戏的 CD 专辑吼？因为咱所知影。即个歌戏甲布袋戏吼，布袋戏吼，伊有一个特别即个腔调啦，即个讲话的方式，
所以讲咧，我嘛真好奇啊。而且布袋戏的人物吼，咱所看到安尼金光布袋戏啦，也是咱野台安尼面戏的布袋戏啊，拢是一人呢一个人会当高一个人会当唱足济足济角色。嘛有一个较雷同的，就是甲我即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共款，我一个人咧所唱吼，即个两三种的角色，安尼就对吼。等下咧，继续甲大家咧继续来讲落去。伫咱即个中站咧，来甲大家唱一个歌曲啦。咱即个歌戏曲调，咱即个咧电视曲调，《莲花铁三郎》一共风萧萧。等下唱完较大家歹势吼，形容安尼假子吼，因为我所向看到即个马路吼，向爬起来我的壁面啊，所以我一个分心安尼吼。等下咧，较甲大家所做介绍，即个咧为虾米即个唱即个《莲花铁三郎》伊共风萧萧内底佫有啥物内容、啥物故事安尼就对。咱所来听《莲花铁三郎》伊共风萧萧。太子金雕领风鸣，贵妇替阮王守礼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悔满心恨。一老生病，跳万姓。尊心加倍不将礼敬，听说笑歌乐君低音，恢复罪义论分明。哎呀！山灵惊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尼情形，不由过爱红背景。头只咧所看到吼，我边仔咧出现即个马路吼，伫遐扫来扫去，走一只尔啦吼。因为我房间伫咧2楼，所以咧我发现即个马路离我房间的时阵，我有一点惊到安尼吼。新闻吼，也是有即个媒体啦，逐个网络所咧报吼，即个马路咧最近恁敢有发现，即个马路咧走足济出来。伫咱即个南部的地区吼，走做者即个马路出来啦，毋知是因为即个落雨天啦，也是有即个天灾啦，即个地动要阁出现啦，所以咧，大家要多做注意哦。如果咧恁若厝里若有啥物所在咧会当味的，也是咧爱观察一下厝里咧倒位有破空啦，有即个必顺啦吼。爱所注意一下吼，即个马路咧，其实开始咧走出来吼，走位我的壁面然后吼，咱即个F 大大咧，甲大家讲一个笑话吼，即个马路如虎口啦吼。所以咧，如果若马路如虎口吼，咱所经过即个马路的时阵咧吼，爱所注意一个即个左看右看安尼吼，小注意一下安尼就对。讲一个耍笑，互大家欢乐的快乐时光安尼吼。你看咱咧一讲嘛，讲要半点钟啊哦。大家啦，收听久涵的广播电台，感觉袂歹的话咧，咱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拢有咱即个久涵电台的直播。然后咧，若感觉袂歹，会记哦，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互你身边的好朋友，分享去脸书啦、IG 啦、即个 Line 啦，分享互你身边的好朋友吼。
今仔日咧所看到吼，我今仔日穿安尼即个长衫啊吼，佫真水的一领衫吼。今仔日拄好去即个拜访即个算寄售店家啦嘛，算我新熟悉的即个新熟悉的即个店家吼，拄好边仔有即个 net， 我就去甲洗洗。因为咧，我所咧想吼，逐个若看我咧穿衫吼，自即个头一集啦，看到即个今仔第51集，你若看到昨即个第50集吼，你拢会发现即个差不多拢即几领衫伫咧轮安尼尔吼。咱无啥物即个制装的成本吼，所以讲咧，你所看到的差不多穿会大段就好，穿差不多水水啊安尼就好吼。所以我真少咧买衫。今仔日咧嘛，所去吼，即个声带的定期检查，因为咧，我历时吼，即个超市业工课，每礼拜四咧，阁有即个日照中心的服务，暗时咧，即个拜一到拜五的暗时吼，阁起来甲大家做结缘，做即个直播吼，做即个直播，所以讲咧，我会定期去检查我的声带啦。共款咧，搁去挨医针吼。伊讲咧，你搁咧整整啊，搁甲你注一支射，搁挨医针安尼吼。所以讲咧，你若顶礼拜有听到即个广播电台的朋友咧吼，顶礼拜有长检出来，即礼拜已经消去啊。所以我为什么讲咧？我拢有即个定期检查，然后咧，大家毋免烦恼。即个武汉的广播电台一直甲大家做落去，只要我有体力，只要我有声音，我就会拍拼甲大家继续做落去，安尼就对吼。等下咧，佮甲大家讲一个新闻吼，咱最近是毋是即个非洲猪瘟开始咧传安尼吼？既然咧有人咧即个走私即个猪肉啦、鸡肉啦，要走私入来。对咱即个高雄的地区要走入来哦，结果咧拄好互查到吼，即个其他所在的人咧，即个就倒转去伊的国家啦吼，就是等于就无走私成功嘛，就倒转去。结果咱其中有一个台湾人，即个走私的人吼，毋知有5个啊4个吼，其中一个是咱台湾人，结果咧5万交保。恁感觉敢会伤俗安尼吼？5万就交保啊！讲走私即个猪肉要倒转来吼，结果互查到即个其他国外的人就送倒转去啦。结果咧，咱即个台湾人吼，其中一个台湾人5万交保。我感觉最近的即个新闻拢有够含的啦，什物幼稚园虐童的啦，像安尼走私的5万交保啦，阁有另外一条，就是咱昨嘛有讲到的即个浦发医院，即个13岁开始就会当家己领，即个家长袂当代领。最近的新闻拢安尼奇奇怪怪吼，我嘛毋知要讲啥，嘛足奇怪安尼就对吼。伤俗啊吼，我嘛感觉真正伤俗。较会讲吼，安尼走私吼，虽然咱台湾吼开始即个非洲即个猪瘟啦吼，但是吼伊即个走私倒转来哦，既然咧嘛有几箱货吼，已经失温，已经歹去啊啦。哇，迄若无查着，伊若袂互咱若，比如讲伊若无查着有无吼？共款搁甲冰倒转去，咱搁食入去腹肚，即声代志就大条啊！吼，所以讲咧，这足恐怖哦！所以逐个吼，若即支麦克新的吗？毋是，即支麦克毋是新的，我来讲吼。进前伫咱即个有拍倒仔的时阵咧，是毋是有一支即个咱广播电台即个彩礼的麦克？过来咧，咱就开始换安尼手持式的麦克风吼，有一支紫色的啦，一支即个蓝色的，我摕互大家看。等下咧，继续甲大家开讲，咱一边介绍即个麦克，我感觉真正袂歹用，安尼吼。所以讲咧，如果你若有想要做即个广播电台啦、网络节目啦，也是讲咧，你有想要做即个实体的即个舞台的节目的朋友咧，参考即支麦克真正袂歹用，安尼吼。
等下咧，我继续来看即个大家即个留言吼，我有看到即个侧泽咱即个中破西嘛有留言哦吼，我等下来念一个吼，先甲大家介绍即支麦克吼，咱即个很适合我。其实咧，我买2支啦吼，伊即个发射器咧会当配2支麦克，然后咧配2支麦克咧有各种的即个色，有即个。袂歹看的即个绿色啦，嘛有即个粉红色啦，有红色啦，有白色啦，有蓝色啦，有紫色啦。所以咧，我着买一支蓝色，买一支紫色。你看即个紫色是亮面的，即支蓝色着那雾面的安尼吼。但是咧，因为我今仔配即领衫，我若搁摕即支即个蓝色的麦克吼，着伤过共色去安尼啦吼。麦克介绍完毕。伫咱即个虾皮咧，即个网络顶面吼，所购买即个麦克咧，差不多1000外块尔，无到2000块。所以讲咧，你若有要做即个网络的电台啦，也是你有要做即个舞台的啦，等等咧，有需要用到麦克，也是咱是老师的，有需要用到麦克，伫咱虾皮查即个无线麦克风，即个麦克真正袂歹用，吼，1000外块尔，差不多伫2000块左右，安尼一支麦克，配2支麦克安尼，真好用啦吼。只是有时会安尼有杂音会卡频，因为无像咱即个专业的麦克会当调频安尼啦吼。所无共款，但是咧听起来声音袂歹就好，安尼就对吼。奇怪咧，做电台做甲大家介绍麦克吼。即个电台咧，定定来介绍吼，毋是我家己的产品吼，来甲大家介绍麦克，嘛甲大家介绍过吼，咱即个直播的声卡啦，这个设备啦，这个脚架啦，等等吼，嘛会当甲咱即个 PQS 即个直播器材行所购买。如果咧你若有啥物直播的问题吼，嘛会当所甲我问。如果咧，你若要开即个直播的节目吼，恁开即个拜6礼拜啦，莫甲我冲突。也是讲咧，你开即个阮做到即个暗时8点做到9点嘛吼，恁做即个9点以后的节目吼，莫甲我冲突安尼就对。即个电台吼，你若当下起来收听的观众朋友，可以感觉讲，即个直播主拢笑笑啦吼。阮即个粉丝咧嘛有一个韵柔吼，即个粉丝即个高雄的粉丝，伊咧讲咧，即个直播主咧拢甲大家讲笑吼，拢安尼玩笑方式吼，就是安尼吼，大家毋只会快乐，毋只会欢乐，安尼就对吼。来，佮大家继续讲落，咱即个册者有甲大家讲一段话，我来所念一个，安尼就对吼。欢迎咧大家吼，线顶咧大家起来开讲，恁会当互相熟悉啦。有一寡朋友咧，人讲吼，即个高手在民间。有一寡朋友咧像即个册者，伊是中破西。虽然即个身躯带一寡病痛，所以讲咧即个强迫退休，但是咧即个身体足健康的啦，甲大家会当所做开讲吼。我所来念一个咱即个册者所讲的即段话，甲大家分享一下。等下咧，甲大家咧继续讲落，今仔嘛阁有一个新闻吼，嘛阁真好笑吼。即个册者甲大家讲咧，伫即个广播电台的时间咧，会当讲吼陪伴大家即种文化美好的欢乐，互大家度过吼这几点钟的时间啦。一讲咧，即个短短的美好会当讲咧，是一种文化暖心过程传承。过程传承这是重点吼，拢会当咧伫即个空间咧得到安尼温暖。强调会当互大家度过安尼美好的暗暝，感谢咱的册者，感恩你大家咧会当拍出即个扑克的即个图案吼，
然后咱即个挫折咧一个扑啊声，伊讲咧会当甲所做鼓励一个哦吼。感谢咱今仔线顶足侪好朋友啦，有咱的 JOE 大大，有咱的 UAN 大大，有咱的挫折，有咱的小乐，伊讲咱的美琴姐，然后咱的马来西亚的淑音哦，也搁有咧咱即个冠宇，然后咧咱的 F 大大，等等，有足侪朋友。伊讲咧无出声的朋友，因为我毋知你是啥物人啊，但是咧嘛欢迎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帮我分享出去，互更较侪人知影咱即个文化的推广，安尼就对。感谢咱即个最后一大大咧，互咱即个挫折的温暖，安尼扑啊声，伊讲咱冠语哦，感谢。我啉一嘴仔茶，吼，甲大家讲一下，我啉一嘴茶，互我5秒钟的时间，搁甲大家唱一个歌曲，安尼吼。好，因为咧，我所有朋友吼去观察到，即个每一场的即个直播咧，我一定会配一杯凉的啦。我即摆有加较健康小可，除了即个凉的咧，我有准备水里边啊吼，我即摆嘛有食即个黄连的即个胶囊即个药丸吼，互家己养一下身体吼。所以讲咧，咱若伫即个有即个身体的问题啦，也是有想要食即个保养的啦。不管你是食即个西药的即个保养品，不管食 B 群啦、即个 C 啦等等吼，拢会当。抑个咧，即个中药会当食即个黄连，即个不管是药丸还是即个药粉，伊讲咧，咱即个我袂记还有啥啦，姜黄啦，姜黄嘛会当食姜黄咧来顾身体安尼吼。过来，甲大家唱一个歌曲。这条歌曲咧叫做咱的花娇艳，伊讲《良夜之歌》吼，互大家所听一个无共款的即个电视歌戏的曲调。这条歌曲咧，咱是用查某来唱，但是这个查某咧，也是即个较娇蛮的个性，伊是一个公主吼，所以较娇蛮的个性。咱所来听看觅，即个花娇艳，伊讲《良夜之歌》。春阳光无七十相想，心不快惜无留。归爱多自己白首，恋恋今宵老忧愁。quân đuôi hong ca chiến kinh đi khờ bi hong hong bian kinh kinh ta yêu quê ai kia liền đi富贵，片段大伯心小平，好的好官平水。天配乐观天破音，我给悲在一壶丹
谢大家所收听这条花娇艳一港良夜之歌吼。伫这个歌曲当中呢，展现了这个公主的娇蛮个性。嘛是伫咱这个一诺打金机首先来先唱的歌曲。伫咱这个一诺打金机的 CD 专辑内底呢，内底有咱的花娇艳、良夜之歌，有咱的莲花铁三郎，咱的风萧萧，一共咧咱这个罗马调。抑阁有咱即个歌语的传统曲调，有咱的七里啊、杜马调、杜马的尾啊，一共咱七里啊连、咱七里啊摇板，抑阁有带七之一。伫即个 CD 专辑内底咧，当听到吼，规个即个歌曲曲调真侪歌曲，一共咧咱即个一路打进去即个折子戏吼，即个较细版的戏。这个全篇呐，吼，差不多20几分钟的这个折子戏，会当听到规本戏安尼。这个戏呢，嘛是我甲这个台语的这个台语文编修老师翁青霞老师咧，阮落去咧所做改编所做的吼，我嘛查足侪资料，不管是看咱的这个豫剧啦，吼，伊共顶无共款的剧种所写起来剧本。也爱感谢咧，咱这个音乐制作吼，咱遮所有听到这个音乐吼，拢是咱这个桃园大名园歌剧团的，咱这个谢学祥老师、谢香涵老师以及谢学成老师，感恩这些老师甲咱的合作，感恩。哇，过来咧我来所看一个吼，这个车辙说讲咧，它是治这个喉咙失声专用的，你喝了会保养喉咙。你要到米店传统才买得到，很难分享给各位。什么物件？爱啉什么？它是治以上才有的稻穗。它是治以上。也是，毋是号做即个名，敢是拍毋着你，也是真正号做即个名。歹势吼，小弟即个知识浅薄啦。你若有知影是啥物物件，甲我拍起来，我搜去看一下是啥物物件吼。然后咧，才有稻壳哦。你是讲稻壳呢？然后要安怎使用？这个稻壳要安怎使用？泡茶吗？还是要安怎使用？要安怎啉呢？嘛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真正毋知影。歹势吼，因为阮只知影即个，比如讲八仙果啦，即个金桔的即个化痰的啦，等等吼，无听过即个物件。所以讲咧，车辙吼，因为伊是一个总铺师，伊知影的物件足济。咱所互伊所做是一寡时间所做分享一下，安尼就对吼。过来咧，甲大家讲一下，今仔日有一个新闻吼，一个富人人咧，伊伫即个吼车顶咧，即个伊开汽车吼，伊伫即个车顶咧放一个布丁啦吼，咱所食的即个布丁，一粒才35块尔。结果咧，伊去到车顶咧要牵车要开车的时阵咧，伊所发现吼。奇怪，伊的布丁无伊啊，伊就怀疑啊，伊怀疑讲咧，听离这附近的人咧，这附近的这个车辆的车主吼，该偷摕这个布丁啦。所以讲咧，伊就当场吼，我嘛毋知为虾米，伊当场有这个杯哦，伊就当场跋杯吼，跋5杯啦吼，5杯这个新杯咧来所讲吼，真正有人甲偷摕这个布丁啦，就甲这个附近的这个车辆吼所相养啦。就甲人骂啦，讲有人甲偷摕即个布丁安尼就对吼。结果咧，这个人吼就甲报警啦。报警了后咧，即个警察吼，伫伊个车顶咧就发现吼，即个布丁伫个车顶安尼吼。所以讲咧，即个新闻咧嘛是足奇怪但是咧甲大家所做分享，所听一个即个笑话安尼就对吼。既然咧有法度吼，
为着即个布丁吼，所甲人相养，而且呢，为什么你的车顶会有即个杯会当去跋杯，搁跋5杯？是倒一个新闻甲你讲咧，真正有人甲你偷底哦。我所讲吼，即个新闻呢，可能嘛想要看戏啦，但是无钱通请戏吼，所以互你跋着5杯吼，免费来看一场笑话，看一下喜剧，安尼就对。你头前嘛有看到即个新闻吼？对啊，咱 F 大大讲头前嘛有看到即个新闻，我嘛感觉足好笑。所以讲咧，收听咱即个古汉的电台吼，不管是咱即个生活的知识啦，咱即个新闻啦，咱即个明仔的天气啦，一共咧甲大家推广安尼戏曲的文化各种拢有啦吼。所以讲咧，咱每礼拜一到拜五即个暗时8点吼，会记起来收听，起来开讲嘛好。所以讲咧，每礼拜四是咱台语的电台哦。会记得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出去。平常时是国语电台，所以你毋免烦恼，安尼就对吼。所甲大家讲一个吼，咱即个册顶面咧甲大家讲的。恁所去做工课时阵，恁所做的敢欢喜？等下咧，所甲大家分享一个咱册顶面的即个知识，安尼就对吼。咱即个册顶面咧有咧所讲哦，伊咧讲吼，你即个工课咧做了敢有欢喜？敢有烦恼伫即个工作性质内底咧，有时吼是因为咱家己去经毋对啦，袂当怪别人啦。有时你会感觉讲，我经即个头路吼，应该我会当足快乐的，我会当足烦恼的，会当足欢喜的安尼啊。但是咧，头家所做的吼，拢甲我吼，意见袂合啦，安尼吼，所以讲咧，有时吼，毋是讲头家的问题啦，有时迄是咱家己所选的。但是咧，这本册内底所甲咱讲哦，如果咧你是对家己的即个能力啦，所有自信的人，你着去找即个会当用即个能力咧，会当去爬即个位阶，会当去爬即个职位，即个工课。如果咧你若感觉讲吼，爱甲即个同才啦，爱甲即个同事啦，爱即个竞争啦。我讲的竞争是和平竞争哦，毋是即个勾心斗角哦。如果咧，你若感觉讲吼，若安尼吼，爱所做比较啦，伤困难啊啦，安尼咱着去即个找吼，即个年资较济，你的福利会比较济，即个工课，即个头路。所以讲咧，无啥共款哦，吼，有时咧，咱即个工作性质吼，咱找毋着，咱就感觉讲咧，生活加足困难，安尼，敢对？所以讲咧，咱即个阿姨比大大讲吼，好啦，我知啦，拢会使啦，啥物拢会使啦，宝贝拢会使你啦。头一条吼，真正足好笑，甲大家分享即个新闻。既然讲即个怀疑即个附近的车辆，即个车主吼，甲偷摕即个布丁啦，所以咧当场甲伊跋杯吼，既然佮跋5杯哦，结果咧，人既然甲报警啊，嘛欢喜咧，既然大家甲报警，安尼嘛真嗨。而等下吼，佮甲大家来唱一个歌曲。过来咧，咱来分享一个吼，咱即个葱仔吼，佮生偌大粒啊，咱佮大家分享一个吼，等我一个。甲大家分享吼，甲大家分享一个，即粒葱仔咧。搁发遐长啊吼，今仔第4天啊，第5天吼，已经发遐长啊。所以讲咧，如果你若厝内吼发现即个发芽即个洋葱啦吼，如果咧若无急咧食咧，咱嘛会当甲浸一寡水，甲浸起来，这葱仔是会当食的哦吼。多好吼，
咱即个前几工第一工咧，会开始即个发起来，了后咧，咱每一集吼，咱拢做伙来甲伊观察。过来明仔吼是咱拜五，咱后礼拜搁甲看吼，看会搁加较长袂吼，看敢有法度生悬3公分以上，安尼就对吼。我是毋是应该甲量一下身悬的，安尼就对。所以讲安迄个虫啊吼，嘛就有即个细苗吼，嘛发了足长，枝啊向生了足悬吼，长得好高哦。咱的最后伊大大咧讲真正，我今仔日水有加较济啦，所以吼一直泼出来，无法度。但是无要紧，嘿啊，无法度一直伫甲泼出来，吼，咱。我可能爱甲量一下安尼的身悬，看吼，几工内底的身悬吼，有法度偌大安尼。过来咧，咱即个姜吼，真正姜，真正嘛发起来呢，哇！也无浸水，甲藏咧安尼尔吼，即个生命力吼，会当讲即个颇强的啦。所以讲咧，你像我去到即个日照中心吼，即个小朋友啦。即个长辈族群，互我欢乐吼，就像即个长辈族群因所讲的，能者多劳。趁咱即马咧，抑阁有目睭所看，趁咱即马耳仔抑阁听会到，抑阁有行动的能力咧，会所去加做，也袂食亏。咱这小朋友咧，嘛足厉害哦，教几礼拜了，人因即个身骑白马走3关，4盆牡丹摆4位，会晓家己所唱。所以讲咧，我就互因作业啊。我讲吼，咱搁过2礼拜了咧，来甲恁考试，看恁咧敢背起来吼。看恁即个记忆力敢背起来。恁若有闲就甲所唱一个安尼。所以讲咧，这身障小朋友咧，不管伊是心理的啦，也是讲即个身躯的啦，人伊嘛是吼足认真来甲做福建，伊讲咧足认真来甲做学习，安尼就对吼。即个日照中心较无啥共款，日照中心的长辈吼，是所来做享受的，我来遮，互恁甲我服务。但是咧，小朋友较无共款，小朋友咧是我来遮学习的，我来遮学习，学煮菜啦，学做啥啦，加较无共款哦。过来，咱过来甲大家唱一下即个七字联七字摇板，甲咱的带七字一。等下咧，节目的最后，赶快的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所以讲咧，咱起来的观众朋友吼，爱记留到最后，甲咱做伙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一讲感恩3件事情吼。咱是来唱一下咱这个七字联、七字摇板，一讲带七字一。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互人心头用。人酒假死伊生病，待好饮气后心不惊。驸马挑心无将伊。因为爹娘望妻离，风风边冲飘起，军队起灵来吃苦。大水风管难消气，听歹北宝金相依，驸马无顾妻情义，并个父王娘情义。感谢所收听这条七字联、七字摇板，甲咱这个带七字一。
是咧，以咱即个印度打金鸡的 CD 专辑的最后吼，即个驸马咧所驾驶完咱即个公主了咧紧落台，然后咧，互即个公主来所做收尾吼。咱所听到安尼伴奏带吼，你会听到吼，伊所无一个主旋律。这就是咧，咧唱的时阵的困难点吼。我去录即个音乐的时阵咧，即个音乐老师所甲我问吼，讲，到时阵咧，咧唱的时阵是你家己所唱吗？也是讲咧，会教你其他学生所唱吼，安尼敢会伤困难？所以讲咧，伊就有一寡酷仔版的即个声音啦，互咱来听即个节拍性。所以讲咧，我是记安尼节拍性的来所唱安尼的歌曲，伊无一个主旋律。就甲咧，我今仔去到即个日照中心吼，有一个即个日照的照服员，伊是咧一个音乐老师哦，伊会晓弹钢琴吼。所以讲咧，伊咧唱歌的时阵咧，伊是所咧听我吼，会安怎所唱伊咧记即个谱，伊就一句咧记即个谱，所来甲唱出来。甲咱普通咱咧唱歌吼，就所无啥共款安尼就对。过来节目最后咧，咱所爱来做一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咱做伙用即个歌戏的抖马调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过来咧，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呢，我们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这个胸口，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甚至呢放个轻松，把这个气息呢带到我们的脑袋。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呢，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在做善事当中，在跟朋友，在跟家人，在跟陌生人，在跟服务人员，你有什么感恩的3件事情吗？也可以呢，感恩自己有办法健康的活每一天，甚至呢，你有办法健康的吃饭，也都是一件感恩的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也做了感恩的3件事情了呢？也感恩你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原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拢有这个雨涵电台的直播。平常时咧，拢是咱国语的电台，只有咱礼拜四固定咱台语的电台。所以用不同款的方式，甲大家所做见面，嘛感谢今仔日咯，起来收听的朋友，有咱这个 JOE 大大，咱的 UAN 大大，咱的策者，然后咧，也阁有咱这个美琴姐，咱的小热，然后咧，咱的淑英姐，也阁有咱的冠宇，伊讲咧，咱 F 大大。所有的朋友咧，伊讲咱这个 RABB 大道吼，歹势所无甲你念着，也阁有咱足侪朋友起来收听咱语涵的广播电台。结果咧，咱要这个下播的时间咧，阁共款啊，咱运路咧拢掠这个时间吼，起来收听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吼。哎哟，感恩啊，感恩你起来收听语涵的广播电台。
来甲你唱一个歌曲，互你听一下吼。以免咧咱等下吼，佫无听着咱即个久涵的广播电台。若无听着头遮个内容咧，嘛会记哦，转去做回放收听吼，因为内底有足侪内容咧，真好笑，嘛是今仔日的新闻的内容，安尼就对吼。伊讲咧，我今仔所做啥物代志，抑佫有咧，即领衫是新衫，所以亮相互大家看，未落洗衫机洗哦吼。我等下佫甲你唱一个歌曲，这无问题吼。你放心，咱的韵路吼，甲你用一个趁钱的拍扑啊声。对，讲到吼，咱淑英姐咧是咱马来西亚的朋友吼。我今仔日去咱台南安南区咱大批发饼干的大批发吼，所购买棒棒糖。因为咧阮爸爸咧做复健的过程当中吼，所以我买一粒曼陀珠规桶的啦，买棒棒糖规桶的啦，互伊做复习，互做练习安尼来做复健吼，分做蓝色啦，青色啦，粉红色啦，黄色安尼吼，所互伊落去分。所以讲咧，我有发现着。咱传统咱所咧食的扁扁的迄种棒棒糖有无吼？即马可能足侪所在咧卖啊，只有咱柑仔店所卖即种扁扁的棒棒糖吼，是咱马来西亚所制作的呢。所以讲吼，咱淑英姐吼，马来西亚的朋友，恁遐可能足侪即种棒棒糖，也是伊专门做来外销哩。咱台湾，我是毋知影吼。我所发现讲。毋是，伊是棒棒糖。我所来去摕一个，恁等我一下。等下吼，共款佫继续讲落，共款甲咱策泽讲话，甲咱韵路，甲咱线顶的好朋友讲话吼。咱先听一个歌曲，所互我几分钟久的时间，我来摕即个棒棒糖，甲恁介绍一下。迄是马来西亚的糖啊，所以讲吼，我发现。就甲大家所做分享一下，对，B B 大大毋通走哦，感谢大家所等我吼。温阳光播起早相求，心不怕石破流。优秀。好，来，搁期待咱武汉的广播电台吼，咱就是遮尔好笑，搁会专门落去楼骹所摕棒棒糖。感谢咱大家无所走安尼吼，搁有咱韵路啦，咱JOE 大大啦，搁有顶吼，大家所等我的时间吼，搁有咱RABB 大大，即种棒棒糖恁敢有看过？即种扁扁有葡萄的啦，柳橙的啦，搁有咱草莓即种棒棒糖。我走落去楼骹咧，速度很快吼，你安尼1、2、3秒，时间到，我随走起来。我嘛是撞落去楼骹，紧摕咧，紧起来安尼吼，袂当互大家等伤久啦，因为等伤久恁着无伊安尼着对吼。安尼速度有慢了吼，趁咱即摆还佫会走的时阵，紧走落去楼骹安尼吼。有吼，你们有看过这种棒棒糖吼？这种棒棒糖吼，我甲阮妈妈问的时阵吼，因为因的年代吼，较早的柑仔店是卖咱金柑仔糖，是2箍1箍买2粒的时代，然后你摕1箍去的摕2粒金柑仔糖互你。所以讲咧，伫我时阵的细汉咧，是。
无看过哦，咱即个阿姨 BB 大大嘛无看过，啊，即个韵柔嘛无看过哦。哦，我甲你讲，恁若有购买即个韵柔大经济的 CD 专辑的时阵吼，会记得吼，伫即个备注栏吼，甲我写一个，写讲你是韵柔啦，还是你是 RABB 大大啦吼，寄即个棒棒头互恁所食看觅。啊无咧，你嘛会当加入阮即个赖群组内底吼，即个下骹资讯栏有即个赖群组连结。啊，如果咧你若有想要食即个棒棒糖咧，互我所寄去互恁食看觅。即个马来西亚的棒棒糖，伊号做金金棒棒糖。安尼吼，我所买规趟是因为我嘛有侄子侄女啦，伊讲咧当甲即个日照中心的小朋友所做即个分享，拄好咧，互阮爸爸所做练习会当分讲啥物小放伫倒一区安尼，嘛拄好，我感觉讲咧，安尼善的循环，嘛无开偌济钱，会当先煞做福建，嘛算做袂歹安尼吼。有即个朋友无看过安尼棒棒糖呢，咱最后一大大讲有看过。咱韵柔甲咱即个 RABB 大讲诶，无看过安尼棒棒糖吼，结果咧，伊竟然是咧马来西亚所做诶即个棒棒糖，而且咧嘛诚好笑。其实咧，伊顶面有写吼不得零售啦，但是咱台湾吼，拢有甲人零售呢。咱台湾通常你若去柑仔店啦，吼拢是买零售诶，吼拢是买零售，你无可能买规趟转去嘛，吼所以讲咧，即个是咱即个马来西亚诶金金棒棒糖，吼如果你若有兴趣，嘛会当去找一个，一边含棒棒糖一边跟你们说话，安尼可能足歹听，即个电台可能。我若一边含即个棒棒糖吼，一边甲你讲话吼，你可能听无我咧讲啥啦吼。过来咧，头只吼，甲你答应讲吼，爱来唱一个歌曲，互你听一下。我来所唱即个七里仔调。然后咧，即个七里仔调内底咧，是我即个老师咧所做的安尼歌词吼，伊是写即个佛教戏吼，互即个佛教戏的即个学员因吼去所唱安尼七里仔调，吼，咱来听看觅。安尼七里仔调，甲我平常时咧所唱的七里仔调有啥物无啥共款？当然啦，歌词吼，因为大家无啥听过，所以咧有一寡咧可能较深的啦，也是顶咧可能听无啥有，嘛无要紧，咱所听看觅有啥物无啥共款的所在吼，咱来收听即条七里仔调。观音菩萨救苦难，菩萨普渡去了山。你福来小也是福无限，心安人安。天下安，心外之物，本是钱财，是不带来，想不带来。万般苦难必有可解，人生难得不应该。这条是咱传统的这个七里仔调，然后咧，我用阮老师的这个
歌词来所唱吼。这个老师呢是咱这个林显元老师，伊共咱这个刘颖浩老师吼，是咱这个歌曲内底足厉害的这个编剧。然后呢，伊嘛有所做伫咱这个公视台语台所做这个节目哦，有咱这个宝岛歌灯，你若就网络搜查宝岛古仔灯吼，宝岛歌灯。第当收听咧，由阮老师林显元老师咧所主持的节目，所以讲咧，我这个片段吼所唱歌啦，等等吼嘛是爱感恩的老师所甲我教，所以甲大家咧所做感恩，大家咧所起来收听古汉的广播电台，老师咧伫咱这个公视台语台咧来所做节目。我来做这个网络吼，这个小小的节目，安尼就对。感恩大家无啥气嫌，所起来收听，搁互大家一个趁钱的拍扑啊声。歹势吼，头一只搁无说你饲毋着，搁饲着亲吻安尼吼。好，大家阁有啥物话想要甲我讲的，也是咧想要继续听一个歌曲的阁播一条互大家，咱就准备要来下播，安尼敢好？如果咧你若对即个直播有兴趣啦，也是讲咧有想要来做一下来宾的，嘛会当哦。如果咧咱即个策展有机会起来上咱的节目嘛欢迎哦吼。头一咧，咱即个策展嘛有一段话要甲大家讲，我头一无所念吼。即个咧，伫咱每一工咧所感恩咧，就是咱的父母，咱的即个家人安尼吼。伊是咱唯一的即个佛菩萨，好好去友好安尼吼。伊在感恩就是咧咱直播即个文化中间咧，会当转换着即个观念，即个平静吼，会当讲咧带互大家咧即个快乐美好，会当讲感恩。大家咧是咱共同一个观念来发展即种文化，是一种美好共同时间。感恩大家，嘛感恩咱的策展的鼓励，感恩。感谢甲什么顶啊？顶啊是啥？我看有感谢甲迄个头前迄两字我毋知影。嘿，过来甲大家吼即个唱一个即个歌曲，我所看一下吼，头一无唱过啥物曲调头一无唱过咱即个七字连空奏吼，七字连空奏咧，伫咱即个因打金机的 CD 专辑内底咧，是有两个人的合唱版本吼，但是咧现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讲咧，咱勉强听一个吼，我一个人唱两种角色，但是咧这个合唱的所在咧就无吼，咱所听看卖这个七字连空奏。秋难改，中中心所随人在，愿夫妻和爱已经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实在太乱来。我会
好受，亲像孤鸟，收归又分开。风风变鸟啊，无飞注定悲哀。义父青春选骄我自带，往下成天台过牛麦。冤家江村啊，人心怎自在，情深渐将成地带，何言论理，何以哉？何以来拜？这是咱七里啊，这个不是咱歌戏的七字连空奏吼，七里啊连空奏是伫咱这个音乐大经机内底各说各话的部分。感恩大家起来收听古汉的电台，那收听了袂歹，有介意的话咧，会记得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分享出去，分享你的脸书，分享你的 IG，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分享你的赖群组。一共咧，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拢有咱古汉电台直播哦。平常时拢是咱国语的电台，只有咱礼拜四是咱台语的电台吼。感恩咱这个最后一大大哦，感恩你哦。今仔日足侪朋友，不管是咱最后一大大，咱的 UAN 大大，咱的车者，一共咧咱这个小乐，一共咧咱的美琴姐，一共咧咱这个马来西亚的淑英，一共咧也阁有咱 F 大大。也阁有吼咱的冠宇哦，BB 大大，也阁有咱的韵柔。感恩大家期待收听古汉的电台，感恩大家，互大家一个趁钱的拍扑啊声。节目最后咧，歹势，嫌啊破音吼。节目最后咧，咱共款吼来收听咱音乐大经机的 CD 专辑的内容。如果你若有啥物问题想要讲的，共款拍你起来哦，我共款吼会甲恁所做回复。咱晚安，也感谢大家起来收听古汉的电台。今仔日吼无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甲这个淑芬姐吼，有较无聊小看。临港吼，恁所有用这个皮筋儿小蘑菇，伊共咱这个淑芬姐，起来甲大家拍招呼，甲大家起来开讲哦。过来咧，咱来收听音乐大经济的 CD 专辑，大家晚安，马仔再会咯。公主阿罗山当年还境界，弘扬南征北讨，建功到四海。阮爸囝尽忠，好持大同的未来。你是公主，又是媳妇，回府拜寿是应该。为国征战又如何？早前之事讨功劳。我气势凌人，你奈我何？你若飞天，也袂比我低位高。感恩咱这个最后一大大的晚安，咱线顶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咱马仔再会哦。阮这在金銮不准公婆，你甘心难？一派公言是诽谤，小小功劳你才捧红。恁爹甲你这相共，表示君王最难当。竟然阮爹无爱坐，才让恁李家管天地，过爱无爱甲你来相坐，毋免在我面前穿迄个官大鞋。过爱条条有理，
你分明有叛国意，大打严肃，对我上殿逼君皇帝。你敢说我吹皮？公主，毋是，请你替我别解呀！控之时，山内无细哩，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毋免强事假大义。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会当原谅你哦。你遐看卖，什么条件？向我定顿身的礼。好，大家晚安，咱明仔再会咯。现在是我失的爱马头上礼条，罢了。有这之间，何必将思念情，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身礼来办，我并非条工，将伊使当时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负责才能再可爱。本宫永远要告状，你有能来我好。偏照行，我拢有照做，骗你讲爱，免来啰嗦。